我過咗嚟法國咧有40幾年啦，就喺越南從越南移民過嚟嘅。喺難民營出嚟之後咧，就去咗一個地方，係一個好細嘅城市。咁當其時我就認為巴黎就係藝術之都嚟嘅，我就想方設法咧，就揾人推薦入咗去一間喺巴黎好出名嘅工廠，係做裝裱同埋賣畫材嘅公司。喺入邊一邊做就一邊學手藝，咁呢個係我個第三仔入嚟做先啦。咁佢做咗3、2年啦，再請埋佢阿哥過嚟同埋一間工廠做。咁跟住再落嚟咧，就係我嗰個第5仔，但係唔係同一間工廠啦，係另外一間工廠度做。再捱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就同埋啲仔商量咧，咁樣長期落去打工都唔係辦法。就做一間好細間嘅店，就自己開一間畫框相框嘅工廠仔。眨下眼我哋間做咗都成28年。以前我們剛來的時候，我爸爸帶我們過來的時候，我們什麼都做過。藝術在法國很重要，所以我選擇藝術這個路線，我可以留下來我的故事，我們中國文化我可以傳下來。在我的畫上面，10幾年前咧，就我個新抱啊，佢係廣州過嚟讀書，佢係從事呢個藝術行業啊，去讀呢個藝術管理。結咗婚之後，就隔咗2年，我哋大家開個家庭會議咧，就認為反正我哋都係搞藝術，不如就再做埋開埋個畫廊啦。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呢個畫廊就誕生啦。我們的工作呢，是促進中法文化藝術的交流。自從畫廊的開業，我們就一直都在做很多不同的藝術展覽，包括在法國為中國藝術家做展覽，然後包括在中國為歐洲藝術家做展覽。那我會發現，其實法國人對中國的就是文化藝術還是非常的抱有好奇心，他們也非常想去中國。這幾年我們都覺得中國的發展是非常的快，所以呢，我覺得就是在這幾年法國人會更多的希望能去中國發現中國現在的現代化，發現現在中國的文化，包括非遺的很多的優秀的作品。